团丑一鬼太太啦！哎呦，人山人海的尖叫声来一个。这张牌小鸡哔哔哔。好，哎，你多一个哦。你记得停的呀。拿出客家魂来拼。嘿，有没有什么必杀武器都俩倒闭耶？美貌吧。我惨到哪去了？ Hellboy， 一模掉啦，一毛丢啦。可不点啦。参赛者女生居多哦。哎呦，男生呢？公园里谁来他后面？这是偷抱怨吗？摸。广仁里，我觉得现在是全台湾最好吃的一个旅游。嘿，对，太夸张。题目讲出来就是赢。黑奶。最尾了参赛者的主持人，动人就会挨咯，砰砰砰砰砰砰，进冠必狂跳。哎，真嘅呢，一就直接有半雕多。係啊，係啊我講實在係讓你學起來嘅。特別來邊來啊，都講哦，民主你從來冇要強調民主，你要老講咩？我要來個盲頭半樣嘅哦。啊，人蘇州不用下了嘛。哦，對對對，忘記了。係啦，唔講你把講到進來，今日見到我講到乜嘅尖 Q 四龍啊。係啊，因為在愛添掉啊。啊，我好喏，你見面來嘅全部都當我做出嚟做嘅。好，好人拼緊的哦。因為之前呢，家的投研憑證給廣仁社區的勾勾黑娃哈，今天加油團丑一鬼太太啦。哎呦，人山人海的尖叫聲來一個。等下會寫呢種呢。真的，孤秀呢，今天來嘅兩組都係投研憑證，顏值超高的姐姐，而且最會煮的哦。真的。今天真的太難比了，沒關係，我們給師傅決定就好。來，先來培養的，你黃燦婷可樂師傅。大家好，來可樂。歡迎可樂師傅，撒旦哈樂讓你培養到很會撩的師傅徐玉芳親友。大家好，我係廣美，大家好。阿鳳哥好。馬上來培養到鳳區嘅參賽者，係來自投研憑證嘅鼓手哦，培養到你月春老美之培養。大家好。他兄弟偏愛用打招呼，很像姐妹耶，懂就寂寞。鼓手，係幹嘛用講？美。撒旦哈樂團場攬出嚟一片哦，係來自強壯係投研憑證哦，呢條係表姊妹，按照龔桂俊、林志愛。这也是兩姐妹吧？你們憑證呢，你都很有規則，都有穿隊服哎。係啊，馬上規定。你看，這有人規定嗎？是不是有廣仁里的小天使？我係廣仁里的林總。林總你好。林總是林總的制服。好嘅，好嘅。好，我們先看今天安子誰帶了乜嘅東西啦？客家扮演。哇，很好哦，穿好色咯。要香嗎？梅湯用嘅，那個通條，他扮演凍 Q 哎，凍 Q 啊，凍 Q， 都有演習耶，很好笑。凍 Q 富胸的 Q。聽說這個重陽節哦，族類差不多就超過20根本台下雪。係啊，他手都快斷掉了吧？美智姐，你本身係做美容美髮嘅，你還有時間做呀？你要退休嘞，是當民長，是出來當志工。難怪你都……你剛剛有那個美姿美儀的 pose 嗎？有那個態度。有。好，來，藍水鴨刀，帶來買個好雪嘞。我們帶來的巧克力給人講。雪甜誒。那你做哎？你是學烘焙的嗎？對，我是烘焙老師。哇，老師好，老師安姐。這是香蕉巧克力蛋糕，用這個有不用用這個？不會很甜。有一個小木。好好吃哦。兩年哈磨好是甜。對。它健康。很香哎。而且咖用叫對食台煙呢，記得有充分沒動紅。你現在有在社區教一些長輩做一些細點啊、烘焙啊、蓋軟膏？目前是教大學生，長輩還沒有。會老師哦。對，會朝這個方向。那聽說我們的這個桂珍姐姐啊，你退馬個點啊？開始3點，過做團體制服啊。所以這個鄰里的制服都黑。冇。做好搞哎。學校的，所以代表他們兩位有手都很巧。你當然要做50-60個共餐。冇拜二天啦，拜二。我在關懷之店咧
好有心哦。你看又走胜利，又走爱心，对，巧克力好不好吃？好吃。还有不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哎，美芝姐 pose 准备好。安安准有准备吗？有，准备了，预备备起。加油！好可爱哦！马上先来金行体育馆嘅 PK 咯。向前来挑战，第一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唔但唱我通脑筋，还会比反应，两片变素养，顺来万人较厉害。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講真，你嘅好朋友又來了，代表講哦，上擺來嘅朋友又先撈記到，聊聊提醒一下，你阿關哦不簡單。應該還好啦，其實廣仁里呀，平鎮的朋友懂用心。嘿，那邊還有是下禮拜要來比賽的，先來觀摩。走安都的共口啊。對。那下禮拜我們題目再換更難的。還有一家之主平鎮區的班長。哎呦，現在有這個職位就有。阿公，先老兩組講一下哦，等下兩組呢，總共答對的題目啊，哈，加起來就代表講評審做啲先幾道紅色出來變料理。嘿，接到殺條風，好，藍水先來。那個火辣辣，哎呀，哎呀，慧珍姐，我看你就是火辣辣哈。來，台灣嘅薄皮辣這位嘅體驗T係哪道 V 嘅？A 係高雄嘅港山 ，B 係花蓮嘅風鈴 ，C 係台北嘅萬華。太簡單，花蓮 B， 嘿，提到花蓮幾天來賣嘛嘅？辣椒，而且已經薄皮辣椒。好，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就係 B。因為等下後尾有一個故事哦，體育界嘅創始者，這個就係花蓮哦鳳林嘅陳秋金先生，他回想起佢左邊嘅時節啦，因為有一個外省嘅同胞，佢分享過那個外省大陸改片哦，就滷嘅辣椒啊，佢是想講，咁做得落嘅辣椒啊，那佢剖過去皮再經過一下特殊醬汁，結果就反映出裡頭薄皮辣椒啊，變成花蓮特產哦。恭喜兩組得到一分。馬上就先得1分。來，那我給你這個，你得多幾分。必波跳。什麼音？是重對的哦。哦，這無聊。哦，恭喜恭喜。好。來，馮最後選哪個嘞？姐姐。點什麼？水果點名。水果點點名。冇問題，來看一下咯。是做題。做題，等一下哦。不用啥，看到葉春姐啊、美芝姐。拍一個做推表，我罵啥嘞？馬上起跳下好，誰的記性比較好？那美芝姐你就起跳可以答 B， 你舉手就好了，舉手。對，現在美芝姐代表完題嘛，哈。好。那待會啊，那公開試就會直接開始。嘿。好，寶貝，有信心嗎？美麗的 pose 準備一下。耶。好。等一下呢，我都3聲沒有動作，講出8種上東蘇丹國嘅水果，搶。開始。葡萄、蓮霧、榴蓮、樹葡萄、韓語哦。芭樂。這就係3題咯。啊，一個。韓語2種。龍眼。龍眼。再一個。韓語幾種？天天吃的你憑什麼？蘋果。白雪公主好什麼嘅？蘋果。哎，拍誰啊？不是，你剛才怎麼不講出來呢？怕，很怕。美芝姐是負責美麗的啦。我跟你講，從今天開始，以後所有水果都在地面上，好不好？不過已經算快了啦，哈。來，藍隊想選哪一題嘞？身體壯如牛。好，來看一看嘍。下邊那個唔係食肉嘅牛蒡，加個好講呢 ？A 係保護目足 ，B 係促進腸道蠕動 ，C 係降血糖。唔係哦，哪家唔係哦 ？A， 為什麼？應該是葉黃素它它顧目足，用營養成分來熱看係嘛？好，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A 恭喜。恭喜。
你下冷水亮线2分的哦，因为牛蒡哦，佢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的价值哦，无论係钙啊，也係佢地配都有一个绿原酸哦，独有的降血糖的效果。另外牛蒡里面有非常高的纤维啊，做咧泵体液肠胃来蠕动，所以排便的效果没会动又好。来，红队，我们加油，我们加油！选哪题？做一个浴火凤凰吗？还是盖世英雄？好啦，盖世英雄唐年，把压力推回来是唐招。年好嘛？好，唐年有一下哦。你那个时间点补充哪个钙质效果最好？A 係講飯前啦吼，空腹嘅時間；B 係講飯後半點鐘以內；C 係暗部頭睡夢之前。飯前食鈣片下嗬。真嘅哦，以前有講嘅嘛。嘿，我適當多。哦，那有可能是醫生叫你嘅時間是因為係伊拉講鈣片會飯前食下 OK， 那有道理。是飯前還是算前？飯前食下鈣片下嗬。美芝姐就想翻哦。飯前。我覺得你們用吸收率嚟想看一下，哪一個時候嘅吸收率會較好？飯前。堅持飯前哦。好，飯前。你，因為他等下會把責任推給我。那不是飯，那我先問你懂我的努力嗎？不是飯前，對不對？對，不是飯前。那你不是飯前啦，你要選 B 跟 C 選一個。我已經幫你一個選項，你看場外都一。咩 B 係嗎？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我真的努力了。C。係啦，水木4天食會下好啦，因為鈣啊，佢本身就在按停你的心經啊，放鬆你的肌肉。那是講係水木4天食哦，可以讓睡眠的品質變得好好，而且可以避免晚上抽筋，也可以維持你的內分泌的穩定，這就是補鈣的效果之一。哦，哎，好啦，唔怕唔怕，來藍隊，最當包的小雞 B。好，你多一個哦。你記得聽的呀？太厲害了！好，等下藍隊要派出一個代表，30秒當中呢，要完成一個花形蛋，讓用就算夠關呢，搶手道具嘍。好咯，一個花形蛋呢，就會刻出牛肉，像刻出個小雞 BB 嗎？嘿，刻出這樣子。嘿哦，2顆2取1，好不好？好。但你知道時間是幾秒嗎？30秒。30秒。基本上我們師傅也沒有做到過。好，但你可以挑戰成功的。好，準備好了。先拿着道具哦。而且它只有半顆吸管的道具。計時。搶開始。哎呦，有個名誒，喺呢度邊來嘅呢？ A 啊。好嗎？你看我好嗎？我覺得還不錯。你看咯，2分鐘。哦，還有繼續，嘿，2分鐘都好咧。繼續搶開始。好，準備好了。先拿着道具哦。而且它只有半顆吸管的道具。計時。搶開始。做钙人过会做对啦。对呀，他是老师哎。对呀。手很巧，感觉可以。它的深度有算过。哎呦，哇！长度5秒天天呢，老師。正經。嘿啊。可以可以。冻酱啊，不過有發現看一下，完全沒有缺角哎。過關了，過關了。領先太多了。對呀。老師，接下來不能再答題了哦。好，藍水挑戰成功。3分嘞。而且你們是這樣游完連一條線，是不是？連一條線。好，風水啊，這加油加油！你們要浴火鳳凰的啦。好啦，好，人都聽你的哦。睇下咯。哎呦，有個名誒，喺呢度邊來嘅呢？A 係發現嘅人咁乜嘢名誒 ？B 係因為發現到玉山嘅山腳下，C 係因為佢嘅購字啊，當初有個玉鐲子係哪個咧？愛玉大家都有食過啦。我做乜嘅按到愛玉？哎，係咪 A 啊？因為我記得好像跟日本人有關。好啦，還是什麼的 A 啊。
好啦，队长帮你决定啦，我们就选 A。好，好吗？他问我好吗？我觉得还不错。我看正确嘅答案係，恭喜就係 A。 因为他眼睛告诉我，主人来讲啊你。有看得出我们的努力啦，哈。因為我們嘅本演咯，係清朝嘅時節啦，有一個勝利演啦，佢有一年哦，突然發現到樹當高哦，有一隻果子哦，佢出水之後，它會釋出一種果膠，然後就會變成一種清涼的凍狀物。佢就撈兩隻凍絲哦，高本給他買咗來賣，啊結果買到凍好啊，所以這個後來用女兒的名字就按到愛玉，他買咗就按到愛玉去來取名啊，用嘢。啊，嘿，所以後底金毛按到仙草啦，恭喜風吹讀到日本哦。好，藍水，還有兩題，係哪家？真是喵喵喵，哎呦，我闖啊哈！喵喵喵。他今年你講到有個卡番子賭貓，係比喻乜嘅呢？A 係後知後覺，B 係講你的食量動態，C 係敷衍別人。卡番子賭貓，番子赌喵，有養貓嗎？有。我也有，哎呦，可是我們不會這樣做敷。衍他的。应该 C 常常被你們家的貓敷衍，黑個人經歷是不是？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就係連4題哦。哎呀，其實兩片嘅賭啊，這個賭這個字啊，就是搪塞的意思啦。兩基本有更簡單的意思係嘛嘅咧？卡點人家盤西哦，來搪塞貓，就比喻說。因為鳥啊，跟寫東西的時間，這個切切啦，你還拿飯匙去賭給它拽哦，就是拿不相關的事情來搪塞或敷衍他人。哎，哦，恭喜哦！哎，你還不拿貼的？哈，冇嘞，愛心。啊，這邊可以。民主街。好，恭喜恭喜！屬於每一題的追哦。到後來看到食物想不想到啦？張瓜後嘅拔絲地瓜。本地位嘛，該做的本家嘅糖漿瞬間降溫，本家嘅皮變都行卡薯青呢。A 係鹽水，B 係茶糖，C 係汽水。拔絲地瓜，做拔絲地瓜用半落地下素菜。 C 為什麼？ C，凭直覺，哎呦，女人的直覺，很準的。月春姐應該起到講 C 哈。你冇做人講嗎？我冇做人講啊。哦，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恭喜就係 C，好的。我喺度大家分解一下做乜解咯，就係因為汽水有基本性有這個二氧化碳的氣泡，所以將做好嘅拔絲哦，表面皮嘅瞬間哦，氣泡會走到糖漿地白度，然後就會讓它瞬間凝固，所以我背哦，在那個外表面的那個拔絲就會有凍到嘅小氣孔，硬體以後跟咬起來就會慳下素菜，係安用煙。好，恭喜！成績出來耶，風吹得到2分，冷吹得到4分。來，6項嘅食材，6項，我先來。該滷係啊，滷好滷天使麵，要做意大利麵哦。啊，好焦嘞。啊，哦，tomato 你有幾多紅啲啊？ 6項六項啊，還有乜㗎？係包菇啦，另個啦，就東橋呢，唔會。孔衣啦，孔這個，好，金針菇，還有2項，還有2項，另個另個彩椒，這是長在樹小黃上的哦瓜。。哦，這樣就好了。你把紅色的都剪掉了耶。嗯，好哦，馬上來看一下師傅用嘅來變化咯。師傅上菜了。好哦，師傅呢，今日看起來應該要做海鮮意大利麵嗎？巧，今天來做茄汁鱸魚天使麵。哇，天使麵超愛。 And your hair。好，天使的頭髮。哎，對，所以說我們首先呢，我們開始要下鹽巴啦。好，哎呀，不要啊，煮麵之前啊，不用鹽啊。啊，你要紅椒是切到挑哈，哎，挑。啊，做乜嘅意大利麵冇按到天使麵啊？因為加凍油，哦，嘿，所以講加個
取的名啊，都会用天使面来。哦，所以本来就有2种菜名，就按照天使面。嘿，按看咯，2分鐘。哦，嗰個技師，嘿，2分鐘都好咧。技師請開始。要要買切條，切條。哦，要去皮嘛？哦，去皮。愛嘛？哎呦，會沾水嗎？唔是鹽水啦，給它做個醬汁。哦，嗯，那它會氧化哦。氧化在醬汁裡面都還好。哦，嗯，一般炒的啊。嘿啊，所以你的紅醬只有用1粒tomato就辣哦。有辣哎，旁邊還有不用灌辣醬啊。酸甜辣的一個味道。哎，它蠻辣的，但是我不會放那麼辣。哦，然後我哋蠻啊，不同嘅切一條一條。哦，安尼吼，先它較好食啦。咁大批切，較緊熟。哇，食神啊！tomato 要先炒嘛？一半都好嘞啊，低度為止嘛，是嚟供他用。哦，切一半就好了。嘿啦，現之前我現入沾。你木呀。哦，所以為食材都要調味。你就找你自己嘅鳳仙拍，因為讓你切一個蝴蝶哦，讓木有去。你看，你看，寫圖啊，真好啊！你切豆腐不會較真好的。按用鹽黑嘛？按用鹽。不是要煮醬嗎？醬黑嘛？啊醬啊！排水切唔出啊！要切條還是切完吧？切碎都好嘞。切碎好，切碎是什麼意思？末碎啊。應該切肉木要切到凍結咧，大家唔好看到。好。像你切蛋嘅話，一條切頭嘅。先莫切透。誒，莫切透。哦，愛用長個夾。跟切洋蔥嘅縫隙強用哦。啊，寸下落誒。寸下落全部切剔，而家全部切剔。師傅講我切半紮啦。哦，一般就好了。所以紅醬本身是為要6種來調和。夏末佢做嘅屬於墨西哥的創意菜啦，應該墨西哥係啊，應該墨西哥。好，我看了蝴蝶哈。好，來，現切嘛干。按用煙，一刀下去，按用煙下去刀，摩托按用下去。哦，第2刀轉斷。用片的嘛，打開來。然後沿着皮，按用煙，皮。哦。好，等下幫你擺盤啦，哈。栩栩如生嘞。好。兩片先炒2啊。哦，這個乾煎嗎？係乾煎。海椒。乾煎魚。啲tomato要落來嘛？做得。哦，做得 tomato 哈，是蒙啊。太少了會不會？唔怕等下。佢喺度多加醬啊。像了 tomato 落去炒時咧，佢要切紅素咪就出來啦。佢看你一下。那油一下豆掉嗎？油下50，好。還有亞金針菇哦。好，落去咯。哦，麻煩咯。這個不會。阿邊會炒到用白鹽。鹽之後咧。加水一去。他說出水。好。加一些水咯。一些水係嘛？Excuse me。Yeah, please. A little bit, not too much. Okay. More. 日本嘅節目個。OK。做得嗎？嗰來說。轉做黑波嚟。我睇貨呀，冇貨啊，哪有睇貨？冇貨啊。冇啊。這邊沒有需要我們的地方。對。有啦。真的覺得你們兩個可以撐全場。對。你要 keep 到叫到愛熟一下。啊唔係間麵下去半佢熟一下咩？愛磨愛嚟做。因為而家香油咧，係嘛？唔係愛上啊保留嘅口感，愛冇愛是按。哦。因為天使西面凍油，如果一般嘅麵較粗，所以講愛冇煮按久。像我哋而家做嘅涼拌嘅天使麵，涼拌嘅菜所用2種嘅涼拌。
心下會按較粗，是得冰較久，因為先要煮2分鐘的嘛。啊，你蘋果都買咖喱嘛，因為係鮮到嘅。冇啦，而要講你們真流行哦嘅水果葉菜啦，係啦，啊所以講，我感覺蘋果嘛有一個梅絲啦。要收到乾嗎？哎，不用收到乾，所以你要落去炒。連埋可能有水，啊就不用去給橄欖油，啊同啲醬，啊等下做一個乳化的動作，安尼都是得嘞。哦。嘿，你說甜。那還是你夠咖喱切令狗呢，會不會比較甜？它甜味會出來。嘛是得啦，冇人打爽吼。對哦。啱關呢用口感，又軟又脆啊，又脆啊，嚇。2重奏。好，你們吼，我你們講啲乳化來，乳化就係加入。我參照那去咧。一模掉啦，冇丟啦，我點啦。參賽者女生居多，哎呦，男生呢？講嘢誰來他後面？這是偷抱怨嗎？冇。好，你們吼，我你們講啲乳化來，乳化就係加入。啊，過來就是快速的翻鍋。哇！哦，要一直翻，要把空氣打進去。啊，盤都透亮。哦，安用就好嘞哦。哦，等下擺上去都好嘞。謝謝你。漂亮哦。哇！但講滷但是用牛煮牛蓋牛獨做的。切，因為該茄汁也有啊，人家感覺動豆動去做的運用，動豆做的運用。所以番茄算是做啲建議百搭，就是變相是挺愛用嘅。係冇咁錯。哦，還會淋上會一袋會醬。有嘅有鹽辣，有嘅冇辣，有嘅有辣。哇，像一幅畫。呀，看得好看呐！好看。係啦，茄汁鱸魚天使麵，按鈕就好食咯。来，粉丝一个奖赏。天使面啦，哈，红酱的，看起来吃看啊。只有4位天使才能吃哦。真的不容易。来，自己拿，拿它。鱼头令狗哦。哇，皮起来甜甜的感觉。大把。应该动好吃的。很有动的哦。蒜香的。应该没见过动酱。我们家塔巴跟我是对的。很赞，这个鱼好嫩哦，懂赞。唔會煮哦。你知道那樣哎，非常之。鹹得酸甜偏正好嘅。哦，當好葉片。思安老師，是香香，等我是海鮮呢哦。先嘛是煸包嘅，先嘛煸包。先嘛就會很容易哈。煸包我都給洗槍來。你之前真用嗎？來凍好食，哦，叫凍好食，真識講。哇，可樂師傅本太敢說到你是喊台，這太小盤了。我平常時間係凍飯咯，冇咁長。我還會提醒一下，今日係只比賽。對，哎，我忘記了哈。平鎮的榮耀，最尾一關哦，再去拼落去，壓倒性勝利。好，馬上來進行最尾一關嘅挑戰。做下點功夫，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
生来万人做嘅料理，本人食到要前面咯。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来到最尾面一关呢哦，真嘅呢，我老公风吹务必加上油，再加油，林总，好不好？好，可以吗？先问一下催名系嘛该？客家炒面是么？哇，经典料理，没问题。客家人当会是来的。嘿啊，拿出客家魂来拼。嘿，有没有什么必杀武器都俩打鼻眼？美貌吧？我的秘密武器是迄俩白香葱油诶，你别看那当慢你边哎，慢你边。我们站在这里就好香当哦。然哎，好厨师，慢你边。师傅你别看那诶，油，不是拿姜油哎，大狗肉应该是川口对，已经那边闻得到了。边开片呢，边开片呢。我们隔壁摄影棚都觉得香的。有香吗？有香啊！皮到暗部就水母汉皮的。嘿哦，都讲灵魂里。他们的心意哦。水母嘿，水母汉皮的多。好了，跟你老太太讲一下，最尾面一关有星星猫，加油！加油！是来料理的比赛，卖选美哦。哦，3点好了，看起来冷脆哦，今日台湾嘛个好料，菜名按到羊球诶，鱼香茄子。哇，也是经典料理的对战。你要提撇自厨，然后才敢小改它。你羊球诶吼，凊到生日每世纪有个亲神奇的献礼的吼，啊我哋生日迄唔是太热啊，你黑茶飯呐，用到辣頭醬啊，蒜頭啊，吃完菜了要全部香味較香啊，係啊，又要很軟口嘛，生日做位咁樣啊，嘿吼，啊等一下哈。因为应该是用讲给小改动动专业哦，但是其实你们放轻松，都已经先领先了。对啊，嘿啊。講緊裝啊。哦，等下变向送落去做，好，最後一關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好了，兩隊已經準備好勢，馬上來倒3、2、1，搶開始走！走了，廣仁里開戰！耶，來看一看嘍！哇，壓條香料先贏一半了啦！沒有，這些香菜啊，先加分。有哦！天哪，美智姐，你切這個香菇也太厲害了吧！開火吧！還在看對面，還在看對面。啊！開火！開火！哎，要緊張啊佢。好，水果2百4，我幾多圖？我喊猛火料炒是大火哈。我趁就那去咧。Hell boy，金毛雕啦，金毛雕啦，有冇點啦？我有嗎？來哈！這才是他們的主戰場。你是不用按高油啊？兩行什麼按油？兩下油啊，不用改變。伊今幾多會變轉來呢？對呢，吼，伊專業。啊，應該蒜苗怎麼該恰應切哦？啊，你恰下醬啊！醬它是美汁哎，美汁啦哦。小跑多又幹嘛？倒去再又嘛改目的切開來。看完強啦，係咩？味道會太強。啊，你這個米絲蘑菇就先叫油啊，油啦，叫到位，香呢，真的很香哎。你看你有泡嘅油蔥拌過哈，油會贏，有心機哦，而且還把自己的腳摘下來了，你看，美人腿，哎，有呢哦，美人腿，美汁的嘛，對不對？好啦，我們等下鍋都進來哈，好，你要將加油哦，加油哦，讓進來哦。好。哎呦，他們蓄勢待發。你們怎麼那麼可愛，還去買一樣的耳環來戴？我哋要跳步，共年你嘅跳步板，啊，散步嗎？跳步板，散步。跳哪種舞啊？排舞。啊，廣嘅排舞。廣仁里真嘅動腦嘢嗬。目前為止，係咪所有嘅里面都會來呢節目啊？哦，會哦。而且我發現參賽者女生居多哦，哎呦，男生呢？啊，對啊，男生都在是幫忙攝影的部分嗎？講嘢寫嚟下後面啊，這是偷抱怨的。冇，所以你哦冇做做講嘢你嘅寫落做後面嘅啊。哇，有道理呢。那要賣你的 logo 嗎？
该美姿诶，美姿的哈。美姿的老公一直在拍这边。哎呀，都安气管啊。我两位较强啊。哎，安是丑，安是丑嘞。有道理。但是桂珍姐，你紧紧又明星脸哎。什么哈？没有。那很像什么？她是姐姐。潘美辰吗？不是，潘美辰太 man 了。哦。奇遇。哦。可以去吗？有。嗯。所以你俩种系嘛叫豆瓣酱。豆瓣酱。前面讲系嘛噶？頭前梗要烤肉，韓國太白粉，哦，等下咧香絞肉韓國香油裏頭。所以绞肉咪做咧現炒咧。係啊，我炒咧，做咧炒咯。哦，我係本土嘅跟我啲。口味係本土嘅結果。我用2百度，一別罐啊，要做唔得長罐，我留油嘅，留啲啲啲。冇嗰下前面都係要放。哦。你昨天用快油啊，起款啊？冇呀。我家煮甘油ăn吃，甘油用筷子冇嘞。凭感覺啦。聲音。對。這一款啊。也係重點真的隨便比的啦。真的。我的呀。你們就算肉沒有熟哦。不行啦。這太誇張。對啦。也是承讓了。哇。好，我們拿來了哦。你有冇可以試東西嘅感覺啊？擺盤呢？之前跟什麼㗎？好味啊！哇，他又走愛心呢。哇，那個配料，美姿美儀啦。美姿美儀。月春姐，你光這一鍋就哦，昨天總就是去解幾位數，關懷據點，然後錄音加量啊，到記得哦，松果條糊大骨，好快樂。還剛你還可以講什麼加油團啊？那個我們班長啊，今晚還班長叫什麼名字？歐惠美。歐惠美。李長嘅姐姐。哦。李長嘅姐姐。其中同好食。我了後係用雞油煸嘅哦，我自家燒嘅雞啊。自家燒嘅雞。嘿。所以你該調味料要加嘛，該東西。我了。調味料冇該炒嘅嘿。有冇我是加鹽嘅東西啊？加鹽片啊。加鹽啊。加糖。係啊。點點嘅。嘿。哇，這碧琪木看起來好滑嫩哦。你們廣倫里天天都這樣吃哦？哎呀，冇啊冇啦，還不胖。去買閃箭啊！廣倫里，我覺得現在是全台灣最好吃的一個里。對，太誇張。係啊，點點嘅，嘿。哇，這碧琪木看起來好滑嫩哦。哇，天哪！好客家哦。我這嘿，我哋是客家人啊，客家本色啦，你啊，客家本色你哋啊。係啲。也出哪些客家本色咯？桂冠送俾你。本色咯。新鮮啊，兩黑嘛噶。胡椒油。我哋客家都好嘛。冇加辣都冇嗆哦。係，我加啲落去好嘛。哦，真係。為了追求效果，正經當啲加落呢。我想我哋喺加落去嗰個。你有加嗎？加啦，唔好加得多。可以啦，我加啲咧，我自己帶來冇帶到來你得啦。加啲夾嘅嚇。老啊老嘅啊黐地會挑油冇？佢全部做哦，佢做嘅漢板煙哦，係元宵節哦，食落羅麵加食落凍條。凍條呵。凍條，要鹹嘅要甜嘅，大家食落哦。你食啲唔辣哦。唔辣，絕對唔辣。那等下蜜琪木做得帶咗你。叫我做好咯，搭咗意。好咯，好咯。好咧，係啊。好，我呢個狂雞片好咧嚇。呢啲係好咧哦。用嘅啥？我係乜什麼啊？乜凍醬，呢個生調醬咧。係。一啲噃要。調油、烤油、太白粉，哦，一啲啲嘅鹽。啊！我辣條粉、辣條醬加油生炒過，哦，然後就直接倒落去辣辣就好咯。梗係素蠔油係。係香菇素蠔油啊，可以加的哈。可以。好，到。哎呦，這色凍好看呢。調味料下。係，麻你得放麻辣猛嚟。唔好。
好了，拉拉，好拉拉。吃茄子就千面掉，某个千面掉，因为它有电磁炉。好啦，刚才你先来倒酸了哈。加油！好，现场马上来倒酸。 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来吃看那最杯米馆，来木卡米西卡赞的喽。好，前面请大家掌声鼓励。梁祝都动厉害啦！除了等下抬到第五场外线，外面工作人员也跑一片了，现在外面是分食了。这个意思，现在是你风吹炒米寂寞。好，来，哇，我这个拭目厚爱啊！香哦，很香，哇，很好吃，很 Q 哦，很会煮哦。刚师傅做的天使面，你俩按到天通面。哦，天通，超好吃。没有我妈好手工的啦，又加香又加 Q。它刚硬哦，奶油硬好些米丝么，它就爽爽。它立刻吃完呢。好好吃。觉得怎么样？很好吃。当好食。有辣鹹又有辣辣，葱里的成分又比較多。洋葱是最重要的靈魂。哎，超，大家都是食客。你们广伦里天天都这样吃哦？哎呀，冇安好啦，还不胖。我爱閃戰啊！我愛閃戰。今天心情動好。係啦，關人閃閃啊！好，三兩下來，飯茶茶攬水嘅魚香茄子。來準備好嘅蚵啊！有哦。然後就差一隻盤丁，當洋蔥啊！太好吃了！禮拜2對不對？廣仁里對不對？廣仁里，歡迎。文陽哈，文陽。廣仁里，我覺得現在是全台灣最好吃的一個里哦。對，太誇張，真的太誇張，太誇張了。今你煮的又買特別好些嘛，讓大家試一下。凍香，這茄子哈，我本身就很喜歡吃茄子。像那個主持人說，如果再半碗飯更好。哎，太好吃了。就100分會變120分，就差幾隻盤。哎呀，但是這個兩片款都動厲害，都到應用夾沙嘞，手心手背啊，師傅。挑戰係4:2，結果應用版殺了款。好，咱事情都驗出嘛哈，好食都按用 MD， 講言語啊，按用夾實真好啊。風吹唱本分數滿分呢！朱月春小姐滿分，恭喜朱月春林美芝，啲感通到我腰。係啊，差唔多位係，我真嘅啊，好定係阮哋冇腰位嚟出來嘅。好啊，冇錢要啦，真嘅啊！節目講嘅說，首先你看下，公園嘅啦，公園啊，向下你看下，冷水得到幾多分？5分。來，師傅先唱貢品。風對因為超越啊天使面嚟啦，所以講嗌到加一分半。啱樣嘅啦，啱香哦，香到嗌到連盤都啱上唔起嚟。係啊，我確定係幾要逼香葱嘅，好食都幾想愛痛嘅。係啊，係啊，好專業。要咬出來啲。哎，唔係咩講，人係國金體揀54落去，係是加本嘢嚇。哦，要請我們哦。對，生命節目就好。當好事，當好事。兩片嘛，當好事。按啦吼，嗌試過了，嘅個妹較重啦，係，啊都見藝術人嘅米頭啊呢，啊嘛當好事，嘅調嘅醬真好食，真到過，真好哦，謝謝，謝謝。好，其實兩片的都係做介客家的經典菜，哦，兩片啊都本全部的水果粉，哈，咱先來講兩片的好處是講，佢全部的梅頭全部都炒出來，油介豬油皮的介油蔥酥的梅頭都會炒出來，哈，啊兩片整個
客家茄子，今天是客家茄子。啊，不过有一个小结石讲哦，你有破东西的时间，你每个切切差，你要垫底，你落去破一下，它还不会变色。是破到这样，记得向尾还有，哦，还有当时说的加污醋落去洗它开皮，哦，用片做得更好，开皮，开皮，谢谢。开皮。对啊，庆祝一下。好啦，今天皆大欢喜哦，成绩出来马上就要颁奖喽。好了，经过今日呢这么刺激的比赛过后呢，成绩已经出来耶。风吹呢总共得到8分，蓝吹得到9分，先来恭喜蓝吹。好，蓝吹2败吼，广仁里总冠军得到是3000克嘅加菜机。不管係天娘、天姨娘都係光年里兩啊，哈，廣仁里贏啦，哈，得到嘅呢係乜嘅？不鏽鋼蜂巢烤盤鍋，烤盤鍋，是在韓牛啦，啊，這個可以做那個韓式烤肉，第二個呢厲害了，一天都會青年煮飯本來是冬年嘛，哈。三段制冷掛脖涼風扇，掛到你到邊嘅 fashion 要緊了。都選哎呀，就當看用嘅本唔怕哈。我切嘅一晒，見哪咧，呀尼姑，係見哪空哪條呢？係啦，做得嘛？做得，講嘅都做得。係啊，恭喜哦。哦，先來問一下子安姐，今日來參加比賽，有乜嘅感想？这个节目很温馨，然後讓我覺得讓我們有機會參賽這個讓我們今後對廚藝我們會更加努力。啊，唔是啦，你的已經動厲害咧，而且我到現在對你嘅芥蘭糕還是印象深刻，非常的好食。正經，就這樣。下擺做這種婚姻事。好，感謝你哦，期待哦。貴靜啊，姐，你讓你的羅模要強好，一開始就勢如破竹，贏到底。最後這個魚香茄子哦，你改下出氣款，冇咧。你煮安多嘅天當然咪冇。誒，老大家分享下感想。我煮菜來講，煮安多10年哦，天拜上天師啊，咩較緊做，唔過我真努力哦，下禮拜希望有機會好過出。好，答應我哦。好，因為阿姐跟阿師大家講哦，一打敗後都會煮啊35-30年啦，因為哦煮8人份挺小嘞。韓白狗肉1敗，做得。我們煮看50人份。哦，我廣仁里很厲害，好厲害哦。老太講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感想。我感想到吼，非常嘅感謝，有呢個機會幫我上台啊，本天師堂嘅太感人看到我啊，我當歡喜啊，對嘛？要唱哦，當唱啦，按唱用冇做幾句。睇下如果邀請我時，我爭嚟做幾句。我自家來啊，唔自家來。係，我過來報名好冇？好，正經啊！做唔得加水嘅哈？當然冇加水啊！等人來啊！幾時冇加水啊？我每自己老太分享一下。非常感謝這個節目哈，歡迎大家要翻來廣仁里聊電影哦。哇！按剛才你廣仁里嘅睇自家，全部呢按哪裡上下，特別呢都來啦，特別呢分享廿幾度嘅後面是，我用下呢擺啦，一做開放本廣仁里來啦，特別做沙琪服務，做看照。好。我哋好專做咧關懷紀念嘅食材業，我們這有很多需要關懷的工作人員。哎呦，所以請給放養哦，所有的朋友，無論你係哪家理由，就放養大家來。不過大家認真哦，一致認同，全台灣屬於何嘅理就係廣仁里。冇錯，呢個你想要踢館的話呢，就夾貴啲嘅，叫下來報名咯，帶你來挑戰，下禮拜再見，拜拜，上台了。